一年一度的虎城普濟燈會，美麗燦爛的花海已經成為台南年節重要盛事。每一檔吸引超過30萬人潮來參訪。今年廟方也宣布將於2月12日、農曆12月25開廟門迎神的時，正式點光1800粒花燈。其中迎接每年的主燈，第一座趣味的單一粒馬，向前不免等到上好的時機，只要願意行動，祝福就已經在路上。看到這個等一下馬，其實剛好聽到他介紹，對，就羊迫不及待的到了，對，我們覺得還蠻有趣的。覺得怎麼樣？很開心。很開心。有沒有覺得很特別？馬年的這個裝置？有。今年的主燈呢，就是我們請了年輕的設計師年輕的藝術家來創作，叫等一下馬。他們年輕人用一個比較酷手的想法，就是說，在歡樂的氣氛連羊都急不得要把它衝出來大家叫他等一下這樣子。邁入14屆普濟燈會，市長黃偉哲年內特當出席，馬用行動展現對在地民間力量的支持。因為燈會今年在台南展完，4月將前往意大利米蘭，7月最後一站將順回到日本仙台，成功讓台南觀光走向國際。普濟燈會不僅是台灣出名、台灣之光，而且揚名國際，在東亞的日本以及現在要到歐洲去了哈。我們覺得不是覺得非常有面子而已，事實上覺得非常非常感謝，因為這個民俗文化能夠變成一個有藝術成分的創作哈，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宗教不只是宗教，咱會當結合的文化，就咱的文化行出咱的方向跟目標，所以我們期待我們在之後，我們不只是米蘭，不只是仙台，我們還可以走向全世界。愈在地，就愈國際，一直是普濟燈會初心，嘛是一路行來較深。再次邀請民眾2月12日到3月7號，做伙行入燈會世界，嘛見證台南走向國際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